對住政府呢個巴安法啦，雖然暫時告一段落啦，咁但係咧係不斷咧就有啲前政治人物咧就走出嚟表態啦，包括就係前議員嘅江玉歡啦，咁其實真係有好多香港人真係要多謝佢，因為係佢拋條法例出嚟話咧係有問題，先至咧係阻止到咧好似尋日咁樣，咁有嘅係運油車咧係攔腰撞埋個巴士，如果你話當時政府已經立法係一定要攬安全帶嘅話咧，攔腰嗰幾位咧係一定已經死亡噶啦，咁坐喺嗰幾位咧一定記住多謝江玉歡，咁同埋係一直有跟進呢件事嘅所有人。咁至於係最新一位表態嘅前政治人物咧，咁佢其實最近咧都係喺政府咧係有發生事之後咧都係有表態嘅，咁就係薯片叔叔曾俊華啦。咁曾俊華咧突然之間喺社交網站宣布咁令到咧外間咧一直都有個傳聞噶。雖然咧佢好似即係休息咗一段長時間，咁但係咧又係嗰句特首年就嚟啦下年就係又選特首啦。咁曾俊華其實佢係咪真係好想再一次入閘咧？有好多人係咁樣講噶。如果佢真係再入閘嘅話，咁會得到咧係真正最後祝福呢？咁下年係咪會真係即係香港就唔需要即係做揾咩鄧炳強啊、曾國偉啊之流去做特首，即係揾一個係香港人一直以為覺得比較可靠嘅人？但係你記住喺呢個新時代特色主義中國香港比較可靠嘅人呢，中央中唔中意呢？都係一個疑問啦。好，我睇片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咁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撳擊。咁另外啦，廣告已經開通啦，希望大家多多睇廣告同埋點擊廣告條 link 咁都對條片係有幫助嘅。咁另外啦，咁如果大家方便鬆動嘅話呢，就記住成為會員啦，唔同會員有唔同權限啦，多謝咁多位啊。曾俊華突然間喺佢社交網站宣布啦，就話啦，自從我離開政府之後我同普羅市民一樣，日常出行嘅時間主要都係搭屋苑嘅村巴、小巴、公共巴士同埋地鐵，咁因為香港嘅交通工具系統實在太方便啦。喺安全帶新例生效之前，我曾經就同曾太咧就係坐村巴又好，坐一般小巴又好，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帶嘅話呢，我哋向來都係會有捆綁嘅安全啊嘛。不過呢，我都理解市民點解對係新法例尤其是係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咁有意見。有搭巴士嘅市民咧都會見過，咁有啲係安全帶係壞嘅，根本拉唔到出嚟；有啲就鬆鬼晒，綁咗等於係冇綁。咁最攞命嘅係前幾日有市民咧就被壞咗嘅安全帶就五花大綁，要等到消防員嚟拯救先至落到車。我諗令到大家覺得最匪夷所思嘅係喺當局大力推動落實呢一條可被判處監禁嘅新例幾日之後，政府喺前立法會議員提醒之下，先至發現法律條文同立法原意有出入，臨急臨忙決定撤回有關嘅新安排。優良嘅法治傳統過去咁多年都係我哋值得引以為傲，令到香港長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嘅重要一環。所以今次出現呢個事件自然唔係咁理想啦。不過正面啲去睇而家總算係可以俾社會唞一唞，等政府諗得通透啲，或者係俾主事者有更多嘅機會去搭多啲巴士，了解市民同司機每日面對嘅實際情況，再決定點樣做。例如唔少嘅市民就覺得，咁呢一個規則嘅罰則呢，就係比超速駕駛嘅刑罰更重，咁似乎呢係同違規行為嘅嚴重程度不對稱。咁呢啲都係值得再去研究一下嘅。咁前幾日呢，就走咗去捧古仔場，咁入戲院睇咗《尋秦記》。老老實實啦，仲喺政府工作嗰陣咁邊有時間追劇所以多年我係冇睇過呢套電視劇嘅。咁但係咁多嘅朋友都提及呢套電影咁我都想去入場體會下。咁或者係冇其他嘅舊劇迷嗰份係重拾昔日回憶嘅情懷咁但係我都睇得係幾開心嘅。新年到啦，咁有一日呢，就趁同朋友食飯之前嘅空檔就同曾太呢，就去花墟行咗一轉。咁好一段日子冇嚟啦。咁發覺政府都花咗啲心思喺整靚個地方，例如加咗啲打卡位同埋燈飾之不過我見唔少個花店入夜呢，就已經開始收鋪，即使係現場嘅燈光燦爛啦，都係作用不大。係咪真係要喺花墟舉行多啲活動，搞活翻呢個咁有特色、咁有潛質嘅墟市呢？最後呢，薯片叔叔呢，咁佢寫咗幾隻字嘅就話啦，懸崖勒馬都好嘅，尋秦記同埋花墟。
其實上次我講即係阿薯片叔叔咧，就係講緊去宏福苑事件咧，其實佢對嗰單嘢咧都係非常有意見嘅。嗱，咁你話今次當然係冇宏福苑事件咁激烈啦，講寫嘅嘢，但係其實都係直線抽擊咧，就話你政府咧係做得唔好啊，因為佢就寫到明就話啦，自然唔係咁理想啦，意思即係話咧話你做得唔好啊，即係話你而家政府而家搞啲乜嘢啊，咁連搞條巴士條例你都咁樣。同埋佢就直接就話啦，你根本你立條法例嘅時間，你哋根本官員全部都冇人搭巴士。嗱，而家咧薯片咧就話叫你咧係搭多啲巴士啊，因為你哋根本係完全唔了解搭巴士嘅人，你完全唔了解係司機嗰個運作，你完全唔理解巴士嗰個運行啊，究竟有幾咁困難地你要去綁安全帶，然之後你就拿一條咁嘅法例，仲要喺度懶醒就話啊係啊，我係希望咧係好多市民熱切盼望嘅，所以要快啲去立嗰條例啊，又話係為嗰啲小朋友啊嗰個安全嚟做嘅。好啦。突然之間呢條法例取消咗呢，當初講呢句嘢嗰啲議員去咗邊度啊？當初講啲議員就話哇好安全好危險㗎，如果唔係啲小朋友會死晒㗎。好啦，而家條法例冇咗㗎啦，咁你有冇見到日有好多小朋友搭巴士死啊？突然之間又冇事㗎咯。當初呢係未有事發生嘅時間，嗱係講到哇好危險啊，又係會有小朋友死㗎，唔係我哋立呢條法例㗎，你啲小朋友死晒啦，你哋如果唔係因為我哋嚟香港玩啊，你哋香港人完蛋啊，同呢啲説話講嘅係一模一樣嘅。講呢啲說話係攞嚟做乜啦？就係嚇人，就話你班咁匿民，你哋唔識嘢，等我議員教你啦。我同大家講啊，如果你係選民嘅話咧，或者係你有當區嘅即係選票嘅投嘅議員咧，你記住當日邊一個贊成呢一條法例係成立嘅話咧，你下次投票你哋自己咧真係叫佢票債票償啊！先唔好講佢哋審議嗰條法例嗰陣時啊，有冇講到咩日期嗰啲嘢啦？你呢條法例根本就係好有問題噶嘛！你話為你着想嘅，你咪係直叫巴士全線係加裝安全帶咯，加強個宣傳教育咯，咁甚至乎就係話，如果你係肯即係扣呢個安全帶嘅，你就儲印花，儲夠10個咧就免費1程。你起碼你做呢啲係鼓勵市民，唔係梗係罰市民噶嘛？係咪完全係本末倒置啊？喂，而家薯片又提出就話啦，喂，原來咧你講緊嗰個係超速駕駛咧，嗰個刑罰咧係仲輕啲喎。所以你不難咧，你令咧市民諗咧就話你其實你根本係咪就係想係罰啲市民？根本你就係想去罰則咧，令到多啲，令到嗰個稅收入咩重啲啊！即係純粹係咁諗。如果我解釋唔到點解，首先第一就係一條咁輕，即係一個咁輕微嘅即係所謂嘅罪行，你要罰5000蚊，仲要監禁喎。咁你發生啲咩事咧？其實除咗呢條包安法之外咧，其實你諗翻國安法，其實都係咧差唔多情況嘅。國安法之前做嘢咧，其實就係好自由嘅，即係譬如你可以係好網上又好，你出街啊、上街、遊行示威啊、表達啊、寫嘢啊，任何嘢咧，你唔會係諗到構成一個犯法呢樣嘢嘅，真係好難先至。我記得試過喺十年前啊，試過有個人喺個警員咧係側邊咧係大力咧係吹呢個口哨，咁之後咧係被告咗咧係即係呢個襲警嘅，咁好似係坐咗都好似1頭半個月嘅咋。即係你諗下喎，喺個耳邊吹，其實都幾嚴重嘅，但係都係罰過個半月嘅啫。好啦，你而家喺個國安法底下咧，有人係意圖咁樣做嘅話咧，就話你想危害國家安全咧，就可能分鐘拉你坐10年噶啦。嗱，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講緊以前嗰啲罪行，即係以前都根本咧你刑罰咧係唔高嘅，咁同埋咧係判罰又唔高嘅。好啦，突然之間咧係將一個咧係普通嘅一個行為。好似例如就話啦，有啲人係喺街度派下啲傳單啊，派啲口號啊，突然之間係將一個咧係即係嗰個行為咧係嗰個即係危險性極低，但係咧你判罰佢嗰個咧係嚴重性係極高喎，咁啊而且咧係即係判入嗰個門檻又極低喎，咁所以你諗下啦，喂，你而家香港所有法例咧，你跟住國安法行咧，就其實你就見到個方向其實就係咁樣嘅。可能你話啦，國安法係中央判落嚟噶嘛，咁梗係咁噶啦，係啊冇錯。咁但係啲官員會跟住之後會跟住呢條法例咁樣走噶嘛，所以你咩見到所有啲法例啊，全部嘢都係唔合理地咧，即係你嗰個叫做係門檻係極低，刑罰係極高。你而家見到全部都跟你國安法走啊，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會啲人係會叫呢條巴士安全帶法例叫包安法，咪就咁解咯。又係咧未立法嗰時就話係啊，你唔立法就好危險噶啦。好啦，點知咧原來咧冇呢條法例，冇條包安法咧，又話突然間咧安全帶咧冇咗，你又話唔危險啦。突然之間冇人走出嚟就話又好危險啊，好多小朋友死啦，又突然間冇咗啦。初講逃犯條例都係啦嘛，初日都講啊，你話如果唔立法咧，話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好啦，咁多條例撤回咗之後咧，咁啊嗰班嘅男人咧突然之間咧冇再叫咯，好得意，突然間靜晒，就自從嗰日開始就冇人再講逃犯條例啦，係咪好得意啊？喂，同樣道理嘅啫，即係如果你話突然之間中央見到話係啦，香港啦，現在都係穩定繁榮啦，安定啦，可以係即係已經係將嗰個當初立嗰個國安法原意咧係已經係沒有用啦，可以取消啦。
嗱，你記住啊，中央係有權取消香港任何法例噶，包括國安法噶吓。中央講啊，唔係我講啊，即係我冇話中央要取消，即係中央有權咁樣做。好啦，我同你講，如果萬一中央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啦吓，即係有條咁好法例佢取消唔用，因為覺得香港人都乖啦，香港人都好啦吓，即係現在不用國安法啦。我好肯定啊，日日咧喺電視機講話國家好危險嗰啲傻仔，突然間唔敢再講噶啦，就突然間國家變得好安全噶啦，你信唔信啊？但係如果真係特首轉咗人，再唔係李家超之流啊，咩鄧炳強啊、曾國衛嗰啲人呢，去做特首嘅話呢，係轉咗係曾俊華話，大家諗下啦。如果係曾俊華行嗰條路線，你估佢日日喺度即係大叫就哎呀國家好危險啊，要日用國安法啦，你覺得佢會唔會啊？咁佢嘅 style 咧就應該係唔會嘅。咁香港亦都係會跟住一個咧係香港人係比較接受嘅國安法底下嘅香港咧係去運行。其實係有機會可以令到香港喺呢幾年淨係有啲人咧攬住國安法咧就錫晒國安法咧就大晒嘅人咧，咁其實就會扭轉翻咧成個香港局面嘅。而家你見到其實香港嗰個股市咧都開始穩步上揚翻去咧，係即係已經係27,000、28,000，係可以有機會咧係去到3-4萬嘅。即係如果係繼續咁樣run 落去，咁亦都係揾一個係對於金融有常識嘅人咧去做特首嘅話咧，所以我覺得點解從來我都話咯，曾俊華想做特首呢個機會咧，其實唔係零嘅。尤其是唔係零嘅話咧，如果唔係嘅話，佢點解要周圍成日都走出嚟啊？係就住係政府議題走出嚟抽水啊，正面抽擊啫，係咪？好啦，如果大家想用幾分鐘認清事實，繼續免費訂閱，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啊！咁另外咧廣告已經開通啦，希望大家係覺得好興奮咁樣咧，繼續睇廣告，咁就點擊廣告條 link 啊，咁都對條片嘅宣傳有幫助嘅。咁約定大家，我哋下次嘅時間再見，拜拜。